大家平安。嗱，請你咧繼續打開你嘅羅馬書。嗱，今日咧啲氣球啊，唔係屬於佢哋㗎嚇，唔係特別佢哋追求咧嚟到，咁啊有氣球。因為今日咧係小組團契嘅主日，咁所以咧我就特別預備咗啲氣球。氣球咧就代表我哋嘅小組，一個氣球代表一個小組，咁咧就係紮埋咧就係一個團契。但係未開始之前咧，想問下大家呢幅圖畫好唔好先？嗱，你咪咁快答我先啊，睇清先。呢幅圖畫投入活出愛嘅團契小組。嗱，你諗下好唔好先呢幅圖畫？當你聽完呢邊度之後咧，我哋先至嚟睇下呢幅圖畫好唔好？先翻嚟氣球先。如果俾你聯想啊，氣球係一個小組，你會聯想到啲乜嘢咧？係好好嘅討論嚟嘅，本來。不過因為今日講到咧，冇機會俾你發揮，可以好有創意嘅。咁啊，諗到未啊？我唔知問你哋答唔答？氣球咧就有，我諗到最少5樣6樣嘅有。嗱，起碼咧係歡樂，凡親咧有氣球嘅地方，一係婚禮啊、生日會啊，好特別嘅場合有氣球。所以咧係帶嚟咧，表示我哋小組團契俾我哋嘅生命係充滿咗喜樂嘅。所以有我哋成日講3個 F：Fun、Food、Fellowship。係一個歡樂嘅氣氛，亦都係咧向上啊！因為充滿咗氫氣，所以個波係有向上嘅心志，有一個屬靈嘅志向，親近神，亦都係充滿咗氫氣嘅喎。裏邊充滿咗氣，好似我哋被聖靈所充滿。如果正話吹起嚟嘅時候，如果隨風飄，隨着聖靈嘅心意嚟到飄，易爆喎！所以我哋好多人咧，女士好驚啊，即係啲氣球會啪咁一聲爆出嚟。咁啊，代表我哋要 handle with care， 要小心嘅嚟到處理啊！人際關係好容易摩擦㗎，好多小組爆過㗎啦，好多人好嬲離開咗小組，甚至離開教會添。咁我哋要慢慢好小心呢啲人際關係。仲有第5樣嘢咧，就係每個氣球，我叫 Amy 長老同我買嘅時候咧，會唔同㗎，個個要代表每一個小組咧有佢嘅特色。你知唔知個特色係乜嘢啊？每個小組嘅特色，我特登唔寫出嚟嘅，估唔估到係邊個人嘅性格啊？好啊，組長，你組長中意食嘢咧，你個組咧就大把嘢食。你個組長唔中意食嘢咧，你就佢呢排節食啊，大家冇得食啊。你組長中意行山、中意活動嘅，小組好多活動。你嘅組長淨係中意查經嘅，查完經大家就散組噶啦。咁所以我哋點解話咧小組係需要有副組長以至補組長性格上邊嘅不足，以至個小組係好完整嘅發展。係咪好有意思啊？氣球代表小組。當我哋咧4個氣球紮埋一齊嘅時候，就係一個中組。然後咧好多個中組紮埋就一個團契。我哋士書裏面有17個團契，105個小組。特別多謝喺我哋在座當中嘅團契嘅職員、組長們，你哋用咗多心力，用嗰個創意，長年累月嘅嚟到去牧養、帶領團契小組，衷心嘅感謝。以至士孫，我哋話一家人係有情，係因為我哋嘅團契職員、組長所付出嘅。願上帝祝福你哋嘅侍奉。咁咧就我哋過往一路講咗好多年㗎啦，不過每年到呢個小組團契主日咧，我哋就嚟翻溫一下。小組最重要喺士孫裏邊，我特別強調嘅小組我哋最重要嘅質素係乜嘢咧？就係小組情深，耶穌更新。因為我哋中國人比較上含蓄，好似講我愛你，我愛你，所以咧就用情深。年長嘅情深俾啲湯你飲，種咗瓜俾你食，釣到魚請你，呢啲情深。後生嗰啲咧就開心咧攬下黑下呢個唔同嘅表達，但係都係一樣嘢。小組嘅特色一定要情深，但係唔停留喺呢個階段。我哋讓耶穌基督喺我哋小組裏邊更新改變我哋每一個人嘅生命。
嗱，我哋咁樣嘅過程裏邊，希望達到成個小組呢個群體或者團契呢個群體有一嘢嘅美景咧。我哋嘅 vision， 我哋嘅美景係乜嘢呢？就係希望達到呢度四愛嘅美景，希望能夠我哋嘅群體裏邊做小組團契嘅組員，能夠愛神、愛人、愛傳福音、愛侍奉。嗱，呢啲講咗好多年㗎啦，每年我哋都翻溫下，幫你知道我哋嘅小組朝住咩方向去行。嚟緊呢4堂講道都係羅馬書12章，就係將呢四愛美景同大家咧喺你嘅生命裏邊同喺小組團契裏邊點樣演繹出嚟。嗱，你正話睇到羅馬書12章1到8節，其實頭嗰3節大家都熟悉嘅，就係講到我哋嘅生命。基督徒有生命，但係亦都有侍奉。就係後邊第4節一路到第8節，就係講到侍奉，特別第3到第8節講到侍奉。開頭嗰2節講到上帝嘅恩典嘅救恩，後邊講到恩賜。上帝就係叫我哋藉住我哋嘅侍奉，我哋嘅恩賜，將我哋嘅屬靈生命流露出嚟，表現出嚟。所以今日同大家睇呢8節嘅聖經，學習一個建立愛神、愛侍奉嘅團契小組基督徒嘅群體。我哋同心有個祈禱，親愛主啊，你建立士宣家，你建立我哋有唔同嘅團契小組，為到呢啲組長職員佢哋長年累月嘅侍奉，願聖靈你特別加添佢哋嘅力量，將你嘅愛澆灌喺佢哋嘅生命當中，讓佢哋有基督耶穌牧養嘅心腸，喺大牧人帶領之下牧養佢哋嘅團契小組，叫到真係我哋經歷到小組情深或者團契情深，耶穌你更新。願主藉住呢度今日嘅講道，叫你明白你嘅心意，留心去行，奉耶穌名求。阿門。嗱，當你睇羅馬書頭嗰2節嘅聖經嘅時候，我哋好多時候咧就一句一句嚟到去睇。但係如果你將呢段聖經攞咗佢嗰個嘅精髓，嗰個或者我哋叫做 fishbone 啦嚇，嗰條魚骨，嗰條骨幹，你睇到紅色就係嗰個重點。首先咧，你要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唔好效法世界，要心意更新變化，咁你就察驗到神嘅旨意。呢個係嗰個骨幹，就係話咧，我哋好緊要第一樣嘢，要將我哋自己獻上做活祭。然後咧，你就可以更新變，心意更新就可以變化。咁你就可以體會到、觀察到、驗證到神嘅旨意。呢度其實就好多人問我哋點樣知道神嘅旨意呢？如果你冇上邊獻上，冇被聖靈、聖經所更新，你好難會明白到、睇到上帝嘅旨意。我先睇下呢段聖經開始嘅時候，我哋好多時候咧都強調係個人嘅獻上。但係如果你留心喺所有弟兄，我以神嘅慈悲勸你哋將身體獻上。身體係眾數 plural bodies 好多身體嘅，好多人嘅身體嘅。但係獻上嘅時候係一個嘅活祭，係呢個係單數嘅。所以好多時候強調個人嘅獻上成為活祭可以，但係其實個聖經更加願意就係我哋呢個基督徒嘅群體係鼓勵大家一齊嘅獻上我哋自己嘅生命，以致上帝睇落嚟嘅時候，佢係一個係整合嘅，係合一嘅活祭獻俾佢。成個小組係一個活祭俾神，成個團契係一個活祭獻俾神，成個教會係一個活祭獻俾上帝。但係首先你要獻自己嘅時候，你要睇到神嘅慈悲憐憫。保羅話：唯有你看到上帝對你無窮大愛、慈悲憐憫，你冇辦法會將自己獻上嘅。保羅唔命令你獻上，係要叫你將身體獻上，
勸你將身體獻上。保羅用咗11章嘅聖經嚟到勸你、勸我哋。頭嗰8章講到呢個基督耶穌嗰個贖罪祭，耶穌基督嘅恩情。主基督為我死，主基督為我復活，主耶穌基督要翻嚟。呢一個整個嘅救恩係神嘅慈悲憐憫。第9到10章更加講到我哋本來係喺救恩無關嘅，竟然被接載上嚟，被栽種接上，成為咗神嘅選民，同以色列民一齊全是主嘅恩典。正話首詩歌講無窮大愛就係慈悲憐憫。睇到呢個時候，你就要將自己獻上。獻上你唔係做贖罪祭，你係做平安感恩祭。喺舊約聖經裏邊有2個祭，一個你諗到係乜嘢咧？啲爛 gag 就係祭同唔祭，唔係而係咧贖罪祭同埋感恩祭或者平安祭。耶穌嘅獻上係贖罪祭，我哋獻上嘅活祭係平安感恩嘅祭。活祭嘅意思係乜嘢呢？活祭嘅意思就係話，本來已經係獻咗啦，一個祭物獻咗、殺咗、燒咗，完全屬於上帝。但係活祭就係你今天已經獻咗俾上帝，你睇自己嘅生命已經係已死嘅，屬於上帝噶啦。但係你可以喺個祭壇上邊行翻落嚟，翻去你自己嘅屋企裏邊，翻去你嘅環境裏邊繼續生活。但係如今活着嘅不再是你，而係為主而活，行神嘅心意。於是個問題跟住保羅就講點樣知道神嘅心意，以致我哋能夠行神嘅心意。所以活祭喺 Message Bible 一個意譯版裏邊咧，佢話就係你每一日平常嘅生活，無論係睡覺啦、食飯啦、返工啦，或者係同人相處，每一個嘅項目、每一個嘅生活嘅細節，都獻俾上帝，成為一個祭品獻俾上帝。呢個就係活祭嘅意思。從活祭咧，簡單嚟講3方面，因為我要講點樣應用喺小組團契嘅群體，所以精要講。第一個要活祭咧，要唔將自己獻俾罪，獻俾義，獻俾神，做義嘅器具。喺羅馬書第6章13節，其實第一次保羅講到獻上你嘅身體，就喺第6章，唔係12章。喺嗰度已經講啦，你要將你嘅身體獻上，唔好將肢體俾罪作不義嘅工具，亦都像從死人中活着嘅人，將自己獻給神，並把你們嘅肢體獻給神作義嘅工具。呢個第一樣嘢，我哋話要獻俾上帝嘅時候，一定要靠着主嘅恩典，靠着聖靈，勝過我哋生命裏邊嘅罪，勝過我哋生命嘅老我哋嗰個自己。唔好放縱自己嘅肢體犯罪，唔好俾佢手偷嘢，唔好俾佢手打人，唔好俾佢手指人鬧人，唔好俾個口嚟咒詛人，唔好俾隻眼睇啲淫褻嘅事情，唔好俾個腦去思想。總之你身體全個身體即係肢體唔可以嚟犯罪。你話點得啊？我哋犯罪嘅喎。所以羅馬書後邊第6到第8章講點樣靠聖靈勝過生命裏邊嘅罪。但係第一樣嘢好簡單好扼要嘅就係唔好獻俾罪做不義嘅器具。第二樣嘢咧就係講到唔好堅持我哋所喜愛，活祭就係唔好堅持我哋所喜愛嘅事情。我哋為咗要明白尋求神嘅心意，願意放低我哋心中所愛嘅，為咗要明白尋求上帝嘅心意，甚至去到個地步可以放低我哋應有嘅權利或者喜歡嘅生活方式，甚至去到個地步可以放棄我哋認為美好嘅事情，
我哋人時時安排好多嘢，好舒適，令自己好心悅嘅事情。但係為咗明白遵行神嘅旨意，願意放低呢一啲，係為咗方便我哋明白咗上帝嘅心意啦。可能係咁啦，我哋就去行，唔會好多嘅猶豫，我哋願意好快嘅回應。當我哋即係有擺上嘅時候咧，跟住下邊講啦，就係唔好效法呢個世界，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嗱，變化嗰字，你如果識即係知道係 metamorphosis， 即係將一隻毛蟲變咗隻繭，繭就破繭而飛，就係隻蝴蝶飛舞喺花間之中。一隻毛蟲本來係平面嘅，係貼地嘅，就係食眼前嘅葉。但係當佢變化咗之後 ，transformed 變咗一隻蝴蝶，飛於花間當中。呢個就係代表咗我哋基督徒嘅生命。喺世界係平面嘅，係無從嘅世界。但係當聖靈藉住聖經更新我哋嘅心意更新我哋嘅思想，我哋嘅喜好被聖經聖靈所更新，我哋整個人都會改變，就好似毛蟲唔再貼地，可以堅離地飛揚於花間。呢個就係保羅話，如果你被聖經所更新嘅時候，你就可以察驗神嘅美好心意。咩叫察驗呢？唔係好清楚好明白，但係呢，心裏邊都差唔多呢個神嘅旨意啦。我願意去行嘅時候，上帝一路顯明佢嘅旨意喺你嘅身上。佢嘅旨意喺你身上係良善、純全、可喜悅嘅。所以第三樣呢，就係更新心意，察驗主嘅旨意。三樣，唔好將肢體獻上犯罪，願意獻上做活祭，唔堅持，唔執着自己嘅喜好。第三就係讓聖經更新我哋嘅心，以致明白察驗行神嘅旨意。我引用 Tim Keller 一個嘅故事，佢話1930年嘅時候咧，有一個女仔嚇，好年青，咁佢好有感動，要奉獻去宣教，咁佢就問宣教嘅機構：如果做宣教士去海外宣教，要咩條件？兩個條件，第一就係讀神學，第二就係要有個家室，要有丈夫同你一齊去。嗱，嗰陣時咧，單身女士呢個機構係唔收嘅，所以佢就朝住呢兩個目標前進啦，就報名讀神學。喺讀書嘅時候一路祈禱求神啦，你俾一個男仔我，等我可以組織家庭，差出去海外宣教。時間過得好快，到咗佢畢業嘅晚上，佢喺佢宿舍裏邊，佢好嬲啊，好憤怒，好抑鬱，好向神嚟到投訴傾訴。佢話：上帝，我已經盡咗我最大嘅努力，我完成咗我學業，但係你冇俾到一個男仔我，俾我組織家庭，等我可以去到海外宣教。佢向神嚟到埋怨嘅時候，投訴嘅時候，憤恨。喺呢個時候，聖靈咧光照佢，英文就 dawn on her dawned on her， 即係光照佢，俾佢睇到，砰咁睇到，睇到上帝話俾佢聽：你好好，你比好多人都好好，你好願意去獻上做宣教，你好願意有一個好高尚嘅志向，你都好願意付上神學。但係有一樣嘢你執着，你執着一定要有個男仔，你執着一定要去宣教，連呢一個最好最高尚嘅志向，你都要獻上俾神。
呢個女仔突然間醒悟，原來用咗20幾年嘅人生嚟到呢一個位，上帝要佢學習獻上當作活祭，包括獻上佢呢個宣教咁高尚、咁愛主嘅心志。佢開始明白到神嘅智慧係大過佢嘅智慧，神認識佢多過佢認識自己，神愛佢多過佢愛佢自己。佢再一次將自己完全嘅獻俾上帝，包括佢宣教嘅志向，包括佢要一個男朋友同佢一齊去。呢個就係活祭。活祭就係冇保留嘅，完全嘅獻俾上帝，甚至係你心中所好、心中所愛嘅。好多時候我哋睇呢兩節聖經都好強調就係個人嘅，但係正話我所講，其實呢段聖經係講到我哋人人都係將自己獻上，成為一個嘅活祭獻俾上帝。就提醒我哋基督徒唔係好似嗰個獻祭咁一個人瞓喺度嘅，係成個小組、成個團契，甚至成個教會一齊嘅喺度獻上做活祭。試問我哋嘅小組團契有幾多可係鼓勵弟兄姊妹獻上自己做一個活祭呢？我哋用好多時間去讀經，好多時間去祈禱，有幾可嚟到去鼓勵我哋每一個人獻上自己做一個活祭，去尋求明白神嘅心意，讓聖靈更新我哋嘅生命。我哋要行神嘅心意。所以話呢個係新攻略，其實唔係乜嘢新招，而係重新一樣嘢。我哋小組要更加嘅嚟到彼此激勵，做一個愛神嘅團契。當我哋一齊聚集嘅時候，無論係小組團契唱詩好，呢個唔係過場，亦都唔係咧 warm up， 呢個係讚美敬拜，等於我哋敬拜一樣咁隆重嘅。因為主耶穌話：你哋2、3個人喺度聚集嘅時候，我就與你同在。所以我哋唱詩讚美嘅時候，就係邀請我哋三一嘅真神嚟到我哋嘅小組嘅當中，讓佢帶領我哋今日嘅聚會。嗱，呢個係好緊要。第一個更新，要重新正視我哋嘅敬拜、唱詩、祈禱、預備一齊嘅聚會。跟住咧，更新第二個好重要更新咧，就係我哋嗰個查經啦。我哋通常小組好禮貌、好禮待，因為驚篤爆個波嘛，好怕咧傷害到人，所以就禮貌嘅相處啊，連查經都好禮貌、好有禮，缺乏咗好埋身、鼓勵、提醒，甚至責備。呢個係我哋今日一個嘅欠缺。而一個愛神嘅小組，特別係講到讓聖經同埋真理改變我哋嘅生命，要希望靈命更新。我哋將聖經嘅真理同生活組員嘅生活結合，有真理有組員嘅生活結合埋一齊，將咧一條問答嘅討論，一問一答嘅討論，變成咗一個生活嘅討論，揾到經文嗰個重要嘅主題重點。點樣應用喺我哋嘅生活裏邊呢？好似呢個月如果你要用教會預備嘅查經馬可福音講抬癱子，今日你有邊個癱子需要抬去耶穌嗰度經歷耶穌嘅醫治同埋赦罪呢？今日你係咪嗰個癱子需要你嘅組員弟兄姊妹抬你去呢？呢啲係一個好貼身嘅問題。然後我哋有祈禱，有準備多啲時間，大家一齊祈禱，回應嗰個經文嗰個嘅提醒。特別留心聽下，留心聽下我哋組員嘅禱告，聖靈喺佢心中有咩感動，有咩提醒，有咩責備。我哋更加留意整個嘅查經嘅進程裏邊，唔係問答比賽，唔係常識聖經常識嘅學習，而係聖靈喺我哋當中鼓勵弟兄姊妹獻上自己為主而活。咁我哋教會預備咗好多，如果你未用過，有啟示錄啦、彼得前書啦、詩篇啦、小先知書，可以有電子版，又可以有 hard copy。你嚟問我，我哋有得供應俾你小組查經用嘅。而家查緊係馬可福音。
第三個小組裏邊更新咧，就係小組裏邊我哋要坦誠嘅分享，互相嘅代求，鼓勵大家獻上當作活祭，係好緊要。我哋有好多互相代求，但係停咗喺嗰度。我哋要學習新嘅策略、新嘅攻略，就係要鼓勵弟兄姊妹獻上我哋自己嘅生命做活祭。獻上自己生命、獻上身體當作活祭係進行式，天天都要獻上嘅，唔係話我10年前已經獻過，我冇改變過就唔使獻上啊，而係天天都要獻上我哋嘅身體。當我哋小組聚會得耐嘅時候，嗰幾年根本你知道晒啲組員自己每一個人嘅家庭嘅狀況點樣樣。咁如果個人坦誠啲，就可以講俾你聽，哎呀，最近屋企有啲咩困難。我哋有啲冷戰，或者係仔女有啲咩問題，或者經濟啊、工作啊等等唔同嘅問題，大家可以分擔。但係有時有啲小組咧，知道嘅，不過唔會提嘅。大家唔想尷尬啦，我哋戴住個面具對人。又鼓勵小組一個突破，就係我能夠真誠嘅將我哋內心嘅掙扎、我哋嘅困難嚟到大家分擔，一齊嘅代禱。喺代禱裏邊，紀念人嘅需要裏邊，更加要鼓勵，彼此鼓勵，將自己獻上當作活祭。獻上當作活祭唔係等到一帆風順冇事嘅時候先至獻上當作活祭嘅，而係喺你人生嘅波浪裏邊都可以獻上，時時都獻上當作活祭。你會發覺我哋嘅人生嘅問題唔係一朝半夕可以解決嘅。好多時候要同組員咧同行一段好長嘅日子，喺呢個同行嘅日子裏邊，我哋要時時嘅鼓勵，時時嘅代禱支持，更加不斷嘅互相提醒，要獻上自己當作活祭，讓神嘅話語聖靈更新我哋嘅生命，以至知道我哋今日當下行喺神嘅旨意當中，回頭你就見到神嘅旨意係良善嘅、全備嘅，係可喜悅嘅。最近前幾個星期、2個禮拜裏邊，有5個弟兄姊妹入咗醫院，由7歲到90歲。有一個返咗天父度，2個接受治療，一個神蹟地即係上帝一路醫好緊。一個本來要做手術，但係結果唔使做手術出翻嚟。我哋都好沉重啊，真係好沉重。所以我就咁沉重，我就寫低咗一個 journal， 記低咗咧有3樣嘢，同你分享一下。生活裏邊充滿咗好多突發嘅事情，英文叫 curve ball， 即係突然間掟個波彎嘅，唔係直嘅。curve ball， 生活裏邊充滿咗好多諗唔到嘅事情。小朋友7歲有問題，90歲有問題，健康嘅都有問題。人生就係咁樣樣。你同埋我需要弟兄姊妹嚟到去彼此支持，行呢條嘅人生路，彼此嘅嚟到去關心。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我發覺即係探啲呢啲人啦5個裏邊探咗4個就佢哋都係好有信心嘅，嚟到依靠上帝，願意喺生命裏邊榮耀神，即係將佢哋嘅生命獻上當作活祭，願意去明白神嘅心意，行喺神嘅心意當中，即使佢哋患病，即使佢哋生命有唔同嘅挑戰。我心裏好受激勵，原來上帝有 extra grace 充足嘅慈悲憐憫，喺我哋覺得冇可能嘅環境裏邊，弟兄姊妹依然嘅有信心獻上我哋嘅生命，獻上自己做活祭。第3樣嘢我學到嘅就係 practical help 一啲好實際嘅幫助同埋代禱支持係非常非常重要嘅。又唔好空口講白話，又唔好淨係做嘢唔禱告。2樣對於有病嘅人，對於我哋係好重要。咁於是乎我寫咗5樣嘢，
你哋弟兄姊妹，當你哋為有需要嘅人祈禱嘅時候，你哋要學咁樣祈禱。首先第一樣嘢要學祈禱嘅就係要學感恩。你話咩好感恩啊？去醫院有病有咩感恩啊？感恩就喺我哋人生風浪嘅當中有主耶穌喺度。喺個風浪嗰裏邊嗰條船嘅當中有主耶穌喺度，為到呢樣嘅事情感恩，為到我哋有永生嘅盼望感恩，為到呢一個慈悲憐憫無窮大愛嘅救恩救主感恩。第二樣嘢認罪係好緊要嘅，更加緊要認罪，因為啲非常時期更加需要非常恩典，要同神有非常嘅關係，所以一定要手潔心清嚟到神嘅面前。認罪係好緊要。最近你睇到好多超級明星嘅牧師被爆料，爆嘅係咩啊？30年前嘅事情，好多人都覺得30年前嘅罪已經完咗。犯嘅罪要向神認，亦都要求人饒恕。佢哋大部分就係 miss 咗下邊嗰 part， 就係求神饒恕完咗啦。點知30年後呢啲罪都追討。所以你喺神喺人嘅面前要認罪，以致我哋同神係無間。第三，我哋為病人或者有需要嘅人禱告，有啲乜嘢嘢可以為你祈禱呢？然後第四好緊要，鼓勵佢哋獻上自己當作活祭，行神嘅心意，好緊要。第五，好多病患者都叫你為佢家人祈禱。呢5點大家可以記低。你為有需要嘅人嚟到禱告。所以講咗第一點啦。我要快啲啦。第一點就係愛神係最緊要。你有愛神咧，你就會侍奉嘅。你淨係侍奉唔愛神咧，遲早出事。所以我講多啲第一點愛神。好啦，到第二點，保羅喺下邊跟住講咧，點樣愛侍奉咧？佢提出2樣嘢。第一樣嘢咧，要識得睇自己唔好喺自己過於所當看嘅，按住神俾你嘅信心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所以第一樣嘢就要侍奉嘅時候要睇得準，睇準你自己，唔好睇得自己過高，又唔好睇得自己過低。過高以為自己有最好嘅恩賜、最好嘅計劃、最好嘅才智，個個都要跟你，太高啦。又唔好太低，覺得自己乜嘢都唔識，乜嘢都冇用，冇鬼用。上帝有恩賜俾每一個人，每一個人就係基督嘅身體，身體手指尾都有用，眼有用，耳有用，人人都有唔同嘅恩賜，所以要用你嘅恩賜。喺跟住保羅裏邊列咗7個嘅恩賜，其實恩賜唔止7種啦，但係咧呢度有一個問題，就係專一。中文譯本譯咗做專一即係好似執事，即係服侍嘅咧就要專一服侍。專一執事啦 serve then serve 嘅就係 then serve， 即係話咧，你睇下嗰個版本裏邊其實點冇專一嗰個字嘅，差咗佢就差唔多啦。好怕有啲人今日咧 specialty specialize， 我係眼耳鼻喉專科，你隻腳有事唔好搞我。我咧係乜一專科，淨係做教導嘅，唔傳福音嘅，聽過未啊？我淨係傳福音嘅，唔使讀聖經嘅。有啲咧，我淨係做總務嘅，你唔好叫我讀咁多聖經。呢啲就錯解專一，所以我鼓勵咧就差咗個專一個字，因為英文聖經冇嘅即係 encourage then give encouragement 就要做啦。所以另外一個版本亦都好啲啦。如果係服侍嘅，就用喺服侍上邊；如果係教導嘅，就用喺教導上邊。大家明個意思啦。所以咧喺教會裏邊侍奉係不分大小，有需要就要做噶啦，有需要就要做噶啦。但係當你做嗰樣嘢嘅時候咧，你嘅恩賜就會出現，唔需要填表嘅。最怕你唔做，你做開嚟嘅時候，自然恩賜就會提出嚟嘅。如果你簡單舉個例子如果你唱詩，你話我參加詩班唱詩或者係 praise team 唱詩。你有教導恩賜，唱嗰啲歌咧，都會揀一啲有教導嘅歌俾人唱喎，知唔知啊？所以你做詩事歡迎人如果你有恩賜服侍嘅咧，你見到人咧有少少需要，即刻走去扶下佢
幫佢孭個袋啊。嗱，呢啲係服侍嘅恩賜表露出嚟。所以最怕你唔服侍嘅時候，你嘅恩賜就會湧現出嚟，人哋睇到，你自己都會知道。嗱，咁啊，恩賜裏邊有7樣咧，主要其實簡單用彼得嗰個分類咧，就係話語恩賜同埋行動嘅恩賜。話語嘅恩賜就係先知講道，從上帝領受咗信息，針對當時嘅利弊，將上帝嘅心意透過聖經講得明白。嗱，唔使多講，因為咧唔 expect 好多都係先知講道恩賜嘅人，教導嘅恩賜嘅人會多好多啦。將聖經好清楚、好明白嘅教導，鼓勵人行喺真理裏邊。第3個勸化就係用言語嚟到鼓勵人扶起軟弱嘅人，激勵使人嚟到繼續嘅振奮做人，繼續嘅嚟到去侍奉愛主，激勵人。第3下邊咧就行動，行動裏邊咧領袖，佢領袖咧最緊要殷勤，因為太多領袖做治理嘅，就係得把口，就係得講，唔做，你做，所以話要殷勤啊，要做啊。做領袖唔係得把口，唔單止有方向建立團隊，更加要我哋話叫 roll up the sleeves， 捲起衫袖，落身去做。跟住咧有執事或者服侍，呢啲係見到有特別嘅需要，有需要啦就去做。有需要就下邊憐憫嘅，見到人哋好凄涼，有特別嘅需要冇人幫，有困難，好體恤人去幫助。由施予好豪爽嘅，唔會計較嘅，慷慨嘅嚟到去幫助。所以其實神嘅恩賜有話語，聖經嘅話語嘅恩賜，鼓勵人、建立人，亦都有行動，做一啲嘢，亦都係幫助到當時嘅需要。快啲啦！跟住咧一個愛侍奉嘅群體有2個特點，有個美景，就係人人都參與侍奉，同埋侍奉嘅時候有支持鼓勵。我知道好多人好多侍奉，有啲人冇侍奉，所以教會好多時候咧鼓勵成個小組啊、團契啊去侍奉。我哋1年有24次去孟常同埋怡康舉行呢個崇拜，亦都有6次去坐喺個 Lions Church 度露宿者廚房，我哋咧預備食物去嗰度陪，去祝福嗰度啲露宿嘅人，或者係咧有需要嘅人。有商場報道等等，呢啲都係鼓勵弟兄姊妹參加嘅。我諗團契都盡量鼓勵弟兄姊妹參加，可以做歡迎啦。你只要笑口歡迎，有基督嘅愛就可以歡迎啦。我諗呢個咧總務係最開心啊 ，Miranda 同埋講哥最開心啊。最近咧塞廁所。如果大家咧有咁嘅做得嘅，就可以幫手。呢個服侍，人人服侍，人人服侍係參與侍奉好緊要。鼓勵你小組裏邊見到邊個人冇服侍嘅，你鼓勵佢出嚟一齊服侍。但係我哋小組好少可支持鼓勵服侍嘅人。你小組裏邊有人做兒童事工嘅，你有冇為嗰個人喺兒童服侍裏邊祝福佢啊？俾佢咧有愛心，俾佢將基督耶穌呢個救恩呢個愛介紹俾啲兒童聽咧，好少係咪？你小組裏邊有人參加 multimedia 嘅多媒體嘅，有冇求主俾佢有呢個嘅愛心將呢個福音講明，款待呢啲新嚟嘅朋友咧？好少。你小組裏邊有人帶親戚嚟到教會嘅，你有冇為到佢嘅親戚，為到呢個弟兄佢邀請親友嚟到祈禱，求佢嘅親戚早啲信主，求主祝福佢嘅家庭咧？少啊！所以新嘅攻略就係鼓勵你哋小組翻去為每一個侍奉嘅人祈禱，求神使佢用佢嘅恩賜，祝福佢，又可以成個身體建立起嚟，建立教會。我想指出3樣嘢，就嚟完噶啦，唔使擔心啊！就有3樣嘢係可能係你嘅點解我哋嘅侍奉有啲人冇侍奉，或者有啲人咧侍奉縮下，越縮越少，退下嚟咧？有3個好大原因。第一個原因咧就係覺得自己冇恩賜，我樣樣嘢俾人比下來。人哋咧又好有創意，人哋又好有能力，好有精神，樣樣都有，又有恩賜，又有才幹，又有才華，我乜嘢都冇，比下來，所以咧我唔侍奉。
呢段聖經講得好清楚，我哋同屬一個身體，每一個肢體都有作用嘅。你試下冇一手指尾啊，你好唔方便嘅。所以你每一個人有一個位置喺教會、喺團契、喺小組裏邊，你要發揮服侍，乜嘢侍奉都唔緊要，最緊要睇到有咁嘅需要，你就去做咯。做嘅時候，你嘅恩賜就會出現噶啦。最緊要用你嘅恩賜。第二樣嘢，有啲人咧喺過往侍奉裏邊受過傷，無論呢個教會或者你從第二間教會嚟，以前受過傷，所以咧嚟到呢度坐下好啦，唔參與侍奉，免得再受傷害。最近睇到一幅圖畫，俾我好深嘅感動，就係一個芭蕾舞嘅圖畫。我諗你網上有時都會見到啊，影一個即係幕前嘅芭蕾舞嘅即係舞星啦。佢紮到對鞋好靚，原來背後好多嘅傷痕，好多嘅受傷嘅地方。你睇佢咁輕盈 ，effortless， so graciously， 好美妙嘅，背後其實受咗好多嘅創傷。侍奉如果你未經歷過 messiness， 未經過咧複雜混亂，未受過傷，你侍奉仲係好皮毛，好啱啱起步。我哋侍奉係會有困難，侍奉係會有受傷，但係主嘅恩典、主嘅醫治，俾我哋可以再重新起步，俾我哋能夠運用主所俾我哋嘅恩賜。有咩恩賜就做乜嘢。第三個咧就係有啲人過度嘅忙碌 over commitment， 有啲人咧係懶嘅。有啲人咧係心中有所愛慕，要追呢樣嘢，要全心全意做呢樣事情，以致冇空間冇時間運用上帝俾佢侍奉嘅恩賜，運用上帝俾佢侍奉嘅機會。呢啲人係要責備嘅，因為如果唔責備咧，慢慢咧我喺度享受幾好，人人同我睇晒我啲細路，我唔使做幾好。結果係乜嘢咧？令到而家侍奉嘅人百上加斤，令到佢哋泄氣，連侍奉嘅人都會退落嚟。所以你睇下你係邊一類人？你今日要回應上帝嘅呼召、應嘅召喚，要起嚟侍奉佢。我好感恩啊！視孫其實有好多好好嘅弟兄姊妹。幾個禮拜前，有個姊妹，年長嘅姊妹，佢嘅先生突然間冚親個頭離開世界。喺嗰個晚上，我哋揾唔到社工招呼佢，因為佢嘅兒女喺好遠方度住，要即刻飛嚟，就得返佢一個人。咁我請咗一位姊妹，麻煩位姊妹咧同我睇住呢個老姊妹啦，咁呢個姊妹好好，即刻嘅答應。咁到我10:09完晒祈禱會去睇喺呢個老姊妹嘅時候，發覺咧嗰個老姊妹咧要擁呢個姊妹走。佢話咧女仔之間唔好喺人屋企度過夜，走係要擁佢走。咁於是冇辦法啦，我就問老姊妹，咁牧師喺度陪你過夜好唔好啊？佢話好。哇！咁啊好啦，咁啊於是乎就喺佢嘅廳度瞓。點知道咧到咗12:30，李偉明牧師打俾我，喂，一個男士陪個女士唔係幾好喎，不如我哋嚟同你接班啦。我話咁好，咁我又問個老姊妹，我又寫咗喺度，一個男士陪你過夜不是太好。你師母來陪你好嗎？佢話好。咁於是乎我係話好。咁於是乎1點鐘咧，李牧師嚟接咗班。呢啲小嘅點滴喺侍奉裏邊冇錯，你要運用恩賜，更加要睇到呢個係我哋屋企人有需要嘅時候，好多人都願意搭上。當你搭上嘅時候，你就會經歷到上帝有恩賜俾咗你㗎啦。
1998年咧，啱啱撞到一個姊妹，40年前識㗎，好耐冇見過啦，好耐冇見過。佢話 Matthew 啊，你知唔知啊？1998年，對唔住啊，1978年啊，197打錯咗，1978年啊，40年前，78年咧，佢話嗰日咧，我第一次嚟滿地可嘅團契，嗰晚係一個迎新會，有人領詩，有人玩遊戲。嗰日咧，團契叫我 Matthew， 你分享福音信息，我從來未做過㗎喎。話你嗰時冇傳道人，乜都冇，咁咪做啦嚇，試下啦，拍起心口做啊！嗰時有一本書叫做《豆豆福音》，中文我唔知有冇人睇過，裏邊咧冚唪唥係 Peanuts 嘅 cartoon。咁我就於是乎就揀咗3個嘅福音信息，畫咗佢有晒公仔照抄，貼咗張大紙。嗰個姊妹咧完咗之後就問 Matthew 可唔可以要咗你啲公仔做牆紙啊？嗰時留學生冇乜嘢，我話好啊，咁啊俾咗佢。佢講俾我聽，佢係嗰晚咧嚟咗團契留下來，跟住攞咗我3張牆紙，我完全忘記晒呢件事情。俾我所以諗起咧，原來咧我中意用 PowerPoint 公仔咧，唔係現代產品啊！我76年嘅時候講到咧已經用公仔紙㗎啦嚇。原來就係咁樣開始踏出侍奉，以至今日站喺大家嘅面前。所以今日鼓勵你啊，鼓勵你要投入你嘅小組、你嘅團契，一齊嘅獻上我哋嘅身體做活祭，行神嘅旨意，一齊嘅嚟到運用上帝嘅恩賜，彼此鼓勵、彼此代禱、支持嘅大家嘅侍奉。呢幅圖畫好唔好？邊個話好嘅舉手？梗係唔好啦，個個坐喺度嘅，唉，真係啊，要投入啊嘛！投入揸牌冇用㗎，坐喺度唔好㗎，要投入啊！你哋要投入，我鼓勵你要投入你嘅小組、你嘅團契。可能你好耐冇返到你嘅小組，冇返團契，係時候投入。你今個禮拜唔返，我哋仲有4個禮拜鼓勵你返。第二樣嘢，你去到投入小組團契嘅時候，你鼓勵大家獻上我哋嘅身體做活祭，行神嘅旨意，眾人獻上合一嘅活祭，感謝主，哈利路亞！亦都咧，我哋亦都彼此鼓勵侍奉。我為你嘅侍奉祈禱，我為你嘅侍奉祈禱。你冇侍奉，我哋祈禱求上帝使用你參與侍奉。唔好再坐喺度啦。有人想做組長嘅，可能聖靈感動你要做組長，可能聖靈咧會感動你開一個新組。我唔知道，希望呢幾個禮拜裏邊，我哋一齊領受聖靈嘅提醒、責備、鼓勵，我哋同心祈禱。請你回應聖靈對你所講嘅話，回應聖經嘅話。主耶穌，我哋好希望，我哋好期望喺時宣裏邊，我哋嘅小組、我哋嘅團契係小組團契情深。耶穌，你更新，求你再一次興起，鼓勵弟兄姊妹投入我哋嘅小組，投入我哋團契，以致我哋更加願意樂意獻上我哋嘅身體俾你。更加樂意嚟到服侍，用上帝俾我哋嘅恩賜。願你得着眾兒女嘅心。耶穌奉你嘅名而求，阿門。